後來花蓮萬里溪崩山湖水位繼續咧升懸，貯水量已經突破到上大庫存量的99%。昨下晡3點已經來發布到紅色的警戒。林保署花蓮分署講，上緊後日水會溢出來。空氣機輪流上場，進入中央山脈，水頭青翠的湖就是萬里溪崩山湖。降落來瓦群勘查，湖水甲崩落土石交界的溢流口，原來是穩定咧流，下骹噴起來的水就是咧洩漏，表面上看起來恬靜靜，煞頭藏風險。萬里溪崩山湖的水位升起來，洩漏的量增加，地區入水量減少。原本前一天就預估是今仔日早起8點就會發生溢流，不過根據林保署早起8點半的監測報告，上大庫存是510萬立方公尺，今賣水量是伫要507萬，佔比例已經超過99%。再加上現場天然的壩頂是1086公尺，今賣水位已經超過1085公尺，到壩頂敢若剩20多公分。上新的預估下晡就會到警戒水位。隨時戒備當中。昨下晡3點，萬里溪崩山湖進入紅色警戒，4座連外橋佇咧暗時了後，攏已經先封起來。不過居民一透早做是要安怎行，提早到今仔日早起6點就開放。加在鄉鎮長及時回報應變中心的評估。加油站等等這些便民的這一些處所，也麻煩業管的這個經濟部也好。還是或其他單位哈，盡量能夠開放。各單位攏全便便，空氣機來回勘查，隨時掌握崩山湖的上新狀況，擱在應變。代替嘛滾動式宣布調整東部幹線營運。今仔日下晡3點了後，就會看狀況，以風性停開。